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新北市双溪虎霸潭有6个人去互大走冲走的一个意外，搜救人员在今仔日伫水尾的时阵，有找到一个查某囡仔的牌影，而且伫咧附近的草坡内面，也有找到一个人的遗体。经过家属来确认，是一位15岁姓陈的少女。只剩另外一个姓刘的查某囡仔，到当时还未找到。市长侯友宜表示，警消人员一定会尽全力找找。搜救人员将水下无人机放入去水中做水下搜查。新北双溪虎霸潭6个人去大水冲走，警消搜查已经超过72点钟，20动用水下无人机。针对深水区各做敲碎，依照无同的水文地貌，用人链的方式对规个草坡全面性各敲一遍。早起9点，先伫嘉东潭水域找到姓陈少女的牌包1点前后，搁伫嘉东潭水尾300公尺的草坡找到伊的遗体。往下游走，大概在8点40几分的时候，发现女性患者的背包那我们采用人链的方式做地毯式的搜寻。那最后在对岸打草旁边发现患者。那就尽快通知救护班前往支援。遗体发现的时阵，无法度确认身份。同款失踪姓刘的查某囡仔家属也立刻赶到派出所去了解。姓陈少女的遗体由救护车送到万丰病院，经过家属确认身份、检验相验了后，发到家属处理后事。重电所检察官在刚才已经完成相验的程序那已经确认死因的部分，也将尸体发交给家属来赶快做后事。草丛高的地方，我们会派出更多的警消同仁前往搜索，除了人力以外，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搜救犬，以及还有相对的一些有可能隐藏地点的物迹，我们都会全部出动。因为姓陈少女的爸爸已经伫10时死亡，爸仔囝拢过身，家属真悲伤。侯友宜强调，会动员更较侪人力物力，将失踪姓刘的查某囡仔赶紧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高雄盐埕区城中城大楼火灾罹难者的头七，市政府伫今仔日也举办法会，希望这寡往生者会当超脱。另外，也有27个受灾户及受伤民众等咧接受治疗，有11个住伫咧监护病房。外界所管来的善款也到单已经有1亿7千多万咯，甚至有慈善单位发慰问金予受灾户。不过，却有发现讲有人假做是城中城的受灾户，要来领这寡钱。市政府表示会严格审查身份。法会现场真庄严肃。20是城中城大会第7天，高雄市政府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头7的法会，早起甲下晡各一场，希望亡者安息。大会带走40几条人命，其中3位是新住民，一个亲人已经到台湾另外一个是由静安来代办后事。他是我们的永久居留的这个陆配那家属在21号也是明天在陆委会跟海基会的协助，那也会顺利的抵达台湾。城中城大会捐款到20下晡已经有1亿7千多万块，也有慈善机构到场想要经由里长家己来发放慰问金，也予里长发现竟然有民众假冒城中城的住户，其中一个人成功领走15000块，另外几个人是被冻掉的。里长讲社会爱心应该用在对的人身上，伊会协助确认住户的身份。不过连日压力，佫拄着头七，也予里长感觉是真艰苦、流目屎。有差不多3、4个拢想要安尼，去嘛用拍心转来住这附近因就是要假借名义讲，伊住伫这个火烧现场。社会局会搜集相关的佐证资料予以实质的审查希望能够杜绝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市府表示，罹难者后事处理完了后，会详细来规划善款的运用，亲像慰问、伤者中建到经济支持，拢会包含在内。另外，大会也造成43人送病院，99已经有16个人出院，其他27个人分别在全市8间病院来治疗。呼吸道以及下呼吸道，也就是气管支气管，它有没有受到热伤害？黏膜的肿胀，有没有一些这个异物的吸入？用支气管镜进行一个灌洗的工作，其实对于他们在急性期这边的呼吸窘迫，还有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肺炎的并发，都会有质的帮助。伤者大部分是十条伤，为了缓解症状，由病院采取气管镜气泡灌洗的方式来改善气管积团现象。另外，火灾追究责任，市府表示调查小组也在调查现场现况加造成的原因，有过也1、2天的调查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城大楼发生火灾当中，有一位曾先生已经逃生到厝尾顶啊。伊本底想讲伊要来行地路，不过煞到其他人想要坚强活落去，颠倒来协助另外4个人脱离危险。这场火灾唔但有财物的损失，也佫有心内创伤。有学者也提醒讲，要重视往生者家属甲生还者的创伤症候群，而且这栋城东城大楼的产权是真复杂，那准备来处理，恐惊是无遐简单。这个穿红衫的曾先生是城中城的住户，拄着火下了后的头七，伊心情也是真沉重。嘛才豆豆讲出，伫火灾迄一天，伊是住伫11楼，原本按算要放弃啊，毋过雄雄听到有人伫喊救命，所以伊就沿路哪走哪救人，包括伊在内的5个人，拢伫厝顶互人救出来。他旁边有一个声音说：“救我，救我！”然后他回头看，怎么还有人？他在暗自心里祈祷，就想说：如果上天要让我活下去，那我就帮助这些人一起活下去吧。火下了后的过长工，就进驻伫现场的民间团体表示，确实有真侪住户心情真恶恢复，需要更较侪关心。市府嘛为19开始，请社工司去现场协助，做心灵的重建。不过城中城大楼后来要安怎处理，目前也无定论。也若土地持分上侪姓吴的家族，有讲伊愿意卖土地。我们那个同宗说：“大哥，你的想法是怎样呢？”我说：“看你们，所以一个卖，一个是我们回去整理。”他说：“好了，卖掉好了。”姓吴的地主讲，因家族伫城中城持有260平土地，200八甲建商直接。最近一届有讲好一平卖50万，想袂到就拄着大火，这件代志怎无成？伫火下了后，因家族讨论讲，虽然产权复杂，不过伊从细汉就伫遮大汉，伊有信心会当整合这个问题，把这块土地卖出去。不过目前也无找到适合的建商，因若这场大火嘛，就显出社会上需要援助弱势的伙人。另外，毛学者召开记者会，建议政府都要重视受难者的家属、甲遮受伤的人，可能会有创伤症候群的问题，嘛当考虑租旅馆来安置遮的住户，甚至是设置危险古建筑的基金来解决旧大楼的问题。市政府一定知道哪些旅馆现在正是没有客人，辛苦经营，但是可以去沟通，有意愿由政府出资，先让这些安民可以短期在旅馆里面过渡一段时间。这受伤的人因心灵的关怀，卫生局是结合各间病院，启动精神医疗网来协助这些受灾户。也若其他建议，市府会评估考虑相关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任何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增加4个带病入境。另外，新增加注疫苗了后的死亡通报个案 ，AZ 有6个，莫德纳有4个 ，BNT 有2个。那讲到这个注疫苗时间，第12轮的第2批，这登记时间是对后礼拜一早起的10点开始。国内新冠肺炎疫情20拜三本土是零确诊，也无死亡的个案。不过新增加4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拢是女性。确诊进前4个人拢有注射过新冠疫苗，其中3个人是属有突破性的感染。按156.454到16456，分别是各自接种了这个第一位是打混打的 AZ 跟 BNT， 那另外2位都是接种科兴的疫苗。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的通报有171件，并且新增加12件注射了后死亡的通报，其中10个人有慢性病史，死因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来确认。6件是 AZ 那另外有4件是莫德纳，2件是 BNT 那没有高端接种后的死亡不良事件的通报。另外，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第12期疫苗有效注射第一阶段到拜三20中到12点结单。BNT 头一剂部分复合资格有135万外人，有101万外人已经完成有效。AZ 第2剂有95万外人是复合资格，已经完成有效有68万人。另外，莫德纳第2剂有62万外人是复合资格，不过只有18万人完成有效。指挥中心拄则又搁赶紧来宣布，新增加2早起10点开始到下晡4点为止，优先予已经注射过莫德纳头一剂64岁到55岁民众有用来注射，注射时间是对28到31。记者综合报道。富邦金控伫今仔早起发出声明，证实因的董事长蔡明兴去挖到武汉肺炎，目前当咧隔离病房治疗，一切是真顺利，公司的营运嘛无受到影响。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拜29公布5例带病入境的个案内底，其中一个是10月16为美国返来台湾，有发烧等症状的查甫人。第一时间，金融界就风声讲有金控董事长确诊，富邦金控早起发布文字说明。内容写讲，本公司董事长顶一日为外国返来台湾，伫机场采检确诊，目前伫专职病房隔离当中，健康状况无问题。本公司甲董事长感谢各界的关心，公司的营运甲各项业务未受到影响。我初步了解，国外对于上市公司负责人的健康资讯，一向认为这是某种程度是他的隐私了。金控主管机关金管会保守回应讲，健康状况是个人的隐私，因哪像是第一时间就已经掌握信息。富邦金控拜3早起6点55分，嘛发布信息，表示公司依主管机关防疫规范，有定出应变措施，而且有落实防疫规定。嘛强调讲，相关媒体报道对公司的财务甲业务并无重大影响。说一般来讲，是不是要去揭露或公布，要看这个健康资讯对公司的财务营运啊，或是商誉啊，或者说投资人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有风声讲，富邦金控已经对内公告蔡明兴伫休困的期间，由富邦金控的董事蔡明忠暂时代理董事长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对5月本土疫情爆发了后，新北市政府的劳工局都有接到劳工的申诉，有一寡公司是无经过员工同意就施行无薪假，或者是薪水是无准时伫咧发。伫咧上新的违反名单内面，有2间公司办互员工薪水，去互政府发30万，甚至有的公司伊是财务出现问题，所以用疫情来做借口。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就业市场，新北市劳工局统计，辖区内今年初到9月份通报无薪假的人数超过1.6万人。不过这只是公开通报的数量，其实也是有一寡头家无按照程序，先征求劳工的同意，给付基本工资，到单方面要求员工扣无薪假。5月疫情以来，劳工局就接到未少相关的申诉。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的后1个月或后2个月，慢慢的这种状况就开始浮现了。那随着疫情比较趋缓一点，它的确申诉的件数有下降一些，但是还是陆陆续续都有。新北上新一批违规的处罚名单，280间事业单位当中，上严重的就是无付加班费，有83间；超时工作有42间。值得注意的是，原来有55间公司欠薪水。尤其是新丰工程积欠16个劳工薪水，空交地控积欠7个人薪水，各罚30万。就光是这2家就有10几20个员工了。一开始是先晚发薪水，到后面薪水跟资遣费会发放不出来。只能讲，因为这件事情到现在刚好1年嘛，那4个半月我都是讲白，就是向人家借钱嘛。时间到了，人家要叫我还钱，可是我却到现在还1毛钱都拿不到啊。企业以疫情财务困难的理由付未出薪水，不过互欠钱的劳工靠少钱度日嘛歹过，认为公司为去年开始就拖延付薪水，显示公司的财务早就有状况。疫情只是借口，已经决定行法院，甲公司要求民事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公卫学院表示，国内疫苗注射率有伫咧增加，而且真侪国家已经是渐渐伫咧稳定。大约有70%的国家拢伫咧边境的部分有开始放零啊，只剩7%的国家也是限制外国人入境。这内面也包含着咱的台湾。就学者认为讲，咱台湾就要规划甲病毒共存的问题，也就要开放边境。民航局宣布，即马开始为松山电国为本岛机场出发前往离岛的旅客，只要无镜头、阁有写健康证明书，都毋免体检。民航局表示，因为疫情已经转好，澎湖甲金门连港这离岛县市拢已经取消入境旅客强制体检的规定。经过指挥中心评估了后，决定暂停本岛5位机场的体检站运作。对于现场如果有症状的旅客啊，那航空站这边也会安排防疫车队，送到医院里面去做公费的一个采检。离岛解禁，不过国境也是封锁。目前台湾也是限制非本国籍人士入境，除非有居留证，也是有商务工作、读册才证明，经过专业许可才当入境。台湾公卫学院分析，疫苗注射率渐渐普及，全球有70%的国家地区拢已经开放边境，恢复观光这商业活动。敢若剩7%的国家，也阁限制非本国籍入境，其中就包括台湾。呼吁政府应该要开始规划甲病毒共存，有条件开放边境。来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来做分类，以及疫苗施打率来做分类，逐渐让这个台湾恢复到之前我们的出入境的政策。台湾面对的是有些人7、8月就施打完是第2剂，有些人到现在第1剂都还没有施打。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如果用2剂的完全施打，所谓的90%、80% 或70%，这些数字其实都是一个想象的一个数字。由医师提出警告，台湾疫苗注射率也是防疫的一大忧虑。第2剂普及率低，万一变种病毒入来，当前甲死亡的风险提高。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咱国内新冠肺炎疫苗注射率达到64.29%，完整注2剂疫苗的注射率敢若23.38%。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第12轮注疫苗，即马要开始注啊。不过台北市却出现讲，这注射名额伫咧6都内面是吊车尾的。伫台北的里长表示讲，开放登记无偌久，名额全部拢互抢了，只好走去别位注。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若准是无法度处理，应该量早讲出来，毋是出现问题才要来讲。市长郭文天也讲，这是沟通的问题，伊会来改进。这是进前台北恢复注射站坐坐民众要来注疫苗的画面，即马第12轮就要开始注啊。有当地里长质疑讲，台北市疫苗规划有问题，注射的容量无够，因为才打开放医药注疫苗尔，就全部拢互登记了。有里面高不里长都在下区医药注疫苗。那民众其实就也不太能接受，我是台北市的市民，为什么会开到名额是差这么多，还很多人没预约到，只能跑去永和预约？你已经做了意愿登记，却出现这种名额不够，大家要用抢的方式，对，那民众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次等公民。指挥中心19公布6都的容量表 ，A 第2档台北市无开到5成的容量 ，BNT 是无到4成，无论是倒一个牌子的疫苗，甲6都来比。台北市拢是吊车尾，针对这点，指挥官陈时中毋但甲台北市化工爱阁加油，嘛讲若是真正无法度负担，应该先讲，毋是代志发生了后才讲。真的是做不来，那我们在跟他们讲相关的一个供应量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因为这不是事后才来讲，是事前就已经大家报。那请大家也来报相关的医疗量能。台北市府向质疑讲注疫苗的容量无够，有机关关心讲，敢会当增加注射站或者是医疗院所？台北市府讲，医疗院所因为业务真无用，所以减少注射的名额。也那学校因为开学了后无法度加做注射站，不过这个讲法议员是无法度接受，讲新北市积极伫找诊所甲民众注射，台北市是安怎做袂到？但人家新北做得到，台中做不到，台北做不到的时候，就会被提出来检讨。市长请回复。对，我觉得这样的，如果疫情不是很紧急，他应该把它拉平你第一个礼拜41，第2个礼拜18，就给大家找麻烦。你为什么不干脆就30就好了？针对这点，郭文德甲争议指向中央甲地方沟通不良，伊讲会阁去做调整。不过嘛表示，中央若是有疫苗的政策，就会当随时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疫苗登记平台开放7月16进前注过莫德纳疫苗，而且是55岁以上民众会当来登记第2档。不过伫台中的部分，煞有真侪人抢袂到。经过调查，是发现讲这款名额拢去互65岁以上的民众登记了。台中市卫生局也赶紧宣布讲，55到64岁民众唔免登记也无要紧，会当伫咧22到27下晡摕到健保卡甲疫苗黄卡去到注射站就当注啊。疫苗预约平台伫19下晡2点开始开放，全国55岁以上，伫7月16进前有注过第1档莫德纳疫苗的民众，会当预约注第2档。结果台中市有真侪55岁到64岁民众拢讲约袂到，过一暝啊，要搁咧等。进不去啊，那就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啊，那我就放弃了啊。还有一位是他是台中市，结果要到彰化去打。原来台中市特别针对65岁以上的士大人列名单发通知单，互民众会当直接去注射站。若55岁到64岁民众都爱上网络预约。不过里长说到19迄当天才收到通知单，因为未复发，结果真侪65岁以上的士大人嘛上网络抢名额，第数55岁到64岁民众约袂到。中午收到那个名单，然后我整理一下之后，然后大概3点开始发，可是民众大概2点就可以上网去预约了，所以就这个1个小时当中，其实就已经预约了很多的名额掉了。如果那个造册可以再提前个几天通知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会更清楚这个政策了，也不会说大家都很慌乱。台中市卫生局紧急宣布讲，55岁到64岁育无的民众，会当伫22甲27迄顿工下晡摕证件甲注射卡，直接到注射站做疫苗。提供符合第12期第1阶段莫德纳疫苗第2剂接种资格，且涉及台中市的55到64岁以上民众免预约，就可以在22跟27号的下午持身份证、健保卡跟黄卡到辖区的快打站接种。台中市府提出补救的措施，不过里长甲民众交代也是无啥啥，希望所落来疫苗的相关宣导甲作业会当愈来愈集中。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全国运动会头一届甲电子竞技列做是运动项目，全台湾22县市有11个县市派人来参加英雄传说的团体赛。电竞协会表示讲，有愈来愈多县市推广电竞，也希望讲代代出高人，咱台湾的选手实力会当提升。台湾上侪人以世界各地拢有写职业比赛的英雄联名，头一遍登上全运会比赛场。台北市甲台中市争夺团体赛冠军，看向伫3战2胜的赛制当中，持续剑道、趁钱提升装备，先攻破对手的主塔。缓道，握虚弱。感觉很棒，有这么一个舞台给自己表现。台北市甲台中市一向互人认为是电竞传统强队。争夺金牌未互人感觉意外，不过这届全运会22县市有11个县市组队参加团赛。电竞协会讲，电竞渐渐受到地方的重视。在未来一直持续竞技的情况下，那更多的基层的一些选手出来之后，那各县市都会展现出一定的实力。全运会电竞项目无开放职业选手，全部拢是参加校园甲其他的联赛选手。不过2022年杭州亚运头一届纳入电竞是正式项目，职业选手会使比。顶个月已经公布亚运8个电竞正式项目，协会表示有一寡游戏一定有，英雄联名就是其中一项。有些项目可能会透过教练这边直接做一个评估，然后做选手一些选拔赛的部分。另外就是有些会透过我们协会这边会主办遴选赛，然后让各个有能力的选手队伍，然后来报名参加，那最终胜出的队伍可能就会是我们的亚运的代表队。为什么呢？想要有一个舞台可以证明自己。协会评估英雄联名主要的对手也是中国甲韩国。台湾选手原来有一流的实力。顶一届亚运电竞示范赛都摕到2块银牌、1块铜牌，会尽量甲选手所属的国外舰队协调，组成上完整、上强的国家队。记者综合报道。海地的官员证实，有17名美国和加拿大传教士和因的家属，伫当地时间16日，互海地乌道掠走。有航社讲，若准备放人，就要提新台票4.7亿来交换。连当地民众也拢看袂落去，上街头抗议，要求嫌犯就要甲人放出来。海地民众去街路抗议，也释放美国人的票语，因为因实在是看袂落去。有一阵来甲因斗相共的外国传教士，竟然伫16日去互绑票。路透社引用一个无签名海地官员消息报道，有17个美国籍甲加拿大籍的传教士，抑个因家属去互乌道绑票，而且要求每一个人100万美金的赎金，总加起来是17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4亿7千万的台票。去互绑票的传教士。因服务的单位是伫美国俄亥俄州的基督教援助服务。这个单位发声明表示，这群人是伫拜访太子港、甲多明尼加共和国交界的所在去互绑票，人质包括5个查甫、7个查某，抑佫有5个囡仔。海地司法部长谢代尼证实，甲16个美国人、甲1个加拿大人绑票的，是在地阿爸草名同人在乌道400码押做。The insecurity in Haiti has been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going on for years, but now it's taking a turn that's just unbearable. 美国白宫19强调讲，虽然无法度甲大家讲具体细节，不过因是未答应这个歹徒的要求。另外嘛有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有参与政府救人的工作，来确保这个人质会当平安倒转来。FBI is a part of a coordinated U.S. government effort to get the U.S. citizens involved to safety. Also, that the U.S. Embassy in Port-au-Prince is coordinating with local authorities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families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海地是地球西半球上界散车的国家，
社会治安的问题自本就真严重。7月份的时阵，海地总统莫伊斯就去互刺杀身亡。所来8月份，阁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超过2200个人死亡。各种的天灾甲人祸，或者犯罪帮派是更加惨手、更加好打，而且这恶道的势力是持续伫扩大，警方根本就无依法。今年4月份，共款嘛有10个人，伫共款的所在去互400万做绑票，其中包括2个法国的神职人员，是甲因关20天了后才甲因放出来。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德州有一台私人的飞行机载着21个人，本地是要飞去波士顿看 MLB 季后赛，想袂到起飞时阵却冲出去跑道飞一个偏机，规台飞行机是摔落来，加在这21个人拢无生命危险。大火甲真大的火焰一直出来，规台飞机的机身差不多烧了，敢若剩机尾还阁看会出来。消防人员舀水线一直向飞机喷水。美国德州当地时间19早起，传出一台飞机失事，警消急步到现场进行抢救，好在再无传出重大伤亡。The actual airplane rolled down the runway, struck an actual fence, and from there became disabled. Luckily. And we're thankful that all of the passengers and crew members were able to extract themselves. 当地官员表示，这台 MD-87的私人飞机顶悬所在的乘客甲机组人员拢总21个人全部顺利救出来。经过了解，机上上细汉的乘客敢若10岁，另外有2个乘客小可受伤送医治疗。They were stunned. They were very, very stunned, but they did all self-extricate. We can't tell you how they did that or in what method.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这台飞机的乘客是美国这帮大联盟的球迷，原本要为休斯顿的行政机场起飞，前往波士顿去看季后赛。无意过飞机起飞过程偏离跑道，弄到围墙导火烧起来。好在最后机上人员全部平安，火目前已经完全拍花。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甲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全力调查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受到东南亚国家协会甲联合国的施压，缅甸军政府有特赦5600个人，不过翁山书记说伊无伫咧名单内。另外，也有一寡人是去互绑出了后，随国去互掠入医馆，军政府也去互批评讲，只是伫咧搬戏尔。伫永光的永盛家家外口，真侪人向大巴士下手，希望家己被掠的亲人是军政府连续3天的传统庆典点灯节承诺特赦的其中一个。不过，为家属连续2天来遮等人，却拢无消息。非营利组织政治犯援助协会加路透社讲，19有差不多40人被领出来了后，佫马上被领入去。缅甸民主之声新时代等地方媒体也表示，有几啊人有共款的做务，以及人数真肥。东南亚国协15决定无要请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明昂来参加26个东协领袖峰会，然后军政府就特赦予国际社会看，只是为中共名声所做的手段。联合国特使安德鲁推特大文表示，军政府唔是心态改变，是因为压力。缅甸2月军事政变了后，几个月来示威抗议罢工甲经济动乱。9月时阵，缅元贬值超过60%，军政府将部分原因怪予外国势力的破坏。They try to sabotage the banking sector in the country. They try to agitate the people to withdraw money from the banks. The inflation increased from 1.51% to 6.51% in July. Food and non-food items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situation and the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不过被问到所谓的饮食倒一寡国家政治伫倒位，官员拒绝指名道姓，只讲有收到几啊件相关的证据，知影对方如何使用干涉的手段。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有已经退休的国军上将直接讲到，中国扰乱台湾的空隙袂当算是扰乱，因为东沙岛无领空的问题。国安局长陈明通伫今日表示，讲这款话伊也听袂落去，也强调伫咧总统蔡英文任内，两岸袂出现代志。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按算伫年底要举行线顶峰会，陈明通也讲袂出现第4公布。1年内发生战争的几率大约有多少？我想基本上1年内发生战争几率很低，但是很多事情你还要注意，叫做 contingent event。
这种意外突发事件就好像这一次的 COVID-19。面对立委咧问讲，台湾离战争有偌近，国安局长陈明通20日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讲，伫总统蔡英文任内，两岸未有代志，不过就要注意有常常发生的事件。另外，中国军机伫10月初大规模派战机扰乱台湾，国军退休的上将，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桂林连讲，中国军机几啊届走入来咱的防空识别区，这无算扰乱台湾。东沙岛的空袭无领空的问题，引起大家的讨论。也那陈明通讲，这句话是互听袂落。不同的重要人士陆续的帮中共降低这种威胁感。而且有没有情资显示这是显示这是连续的？这种事情本身非常不应该了。有没有联系？东沙本身是我们的领土，领海上去就是领空，那怎么可能说东沙上面没有领空？怎么会让它过去就过去？这听不落去了。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伫年底进前举行线顶峰会，国安局将所研判未出现第4公报，嘛讲美国对台湾安全战略真清楚，伫政治层面依其战略模糊。也那立委会主委邱泰三讲，两岸目前伫准战争布局的状态，立委问陈明通敢是有认同？3个 Korea 来。这种情势，2次大战以来没有过的嘛。我劝你们要负责任，跟大家讲说，到底状态是什么。我非常负责任讲说，这种情势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过的准战争布局状态。不，我不接后面这一句话了。那你又说你尊重他？对啊，我尊重啊。陈明通指出，习近平掌权了后，中共走向独裁极权，直接派军机军舰扰乱台湾，互国际社会看袂落。最近才有英国、美国3个航空母舰群航行经过台海。都是要中共爱较有站在的，也那国防大学校长张德平加入去强调案，对国家中心的程度受到质疑。针对这点，陈明通表示，国安局尊重司法，不过伊个人对张德平是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2人以前发生国军分8架车的采购弊案，也因为案情真复杂，台中的地方法院分做6届审理甲判决。今仔日合议庭进行最后一届宣判，标着动力底盘系统的中兴电工公司犯罪所得有20亿9900多万，全部爱充公。另外，董事长江继福也去互依照着违反证交法加诈欺处罚等罪名，去互判刑6年6个月，也着爱罚金3500万。合议庭认定讲，契约内面有写着禁止使用中国产品，不过被告江继福等5个人说对中国进口零件、产地的证明书也是造假，目的就是为着要省成本。这个行为已经犯着诈欺罪，而且江继福等9个人也交代部属用无正当的手段进行交易，也违反着证交法。台湾基进的立委陈柏惟罢免案拜6就要投票咯，即马有风声讲选民也未收到投票通知单。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这通知单伫15进前已经本出去啊。另外，为着要确保这个投开票所一切顺利，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会出动超过1500个警察去维持治安。台湾基进的立委陈柏惟罢免案投票日剩无几天，打传出当地选民有人也未收到投票的通知单。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10月15进前就已经送到戴口罩。今年我们特别协调这个台中市选委会，把这个时间更提早。所以就我所知道哈，所有的这个投票通知单，在15号以前都已经分送到各家户去。那当然了，如果有家户还没有收到的话，那我们也建议他应该要跟当地的里长或者是公所呢去查询一下。团队会尽量协助啦，不过坦白讲，这个没拿到，应该会有很多因素。陈柏惟也表示，服务处接到真侪这款无收到投票单的人情，也拿这届的罢免案，李进勇表示，经会向行政院动用第2预备金，总金额是20049000块，会使258个投开票所，投入3222名的工作人员。为着依次罢免的期间投开票所的治安，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指出，会出动1571位的警察。立委也关心讲，敢有收到罢免案白赌盘的情报？赌盘绑选票是不是也算贿选？那事先对这些情资掌握，我们会查下我们的武装，
掌控这些。也拿年底要进行的公投，因为疫情来延期，不过有提案的人认为讲，中选会公告的理由书有关是以1月2日政府机关的意见书，以海草搭公投来讲，5月初3行政院3接向外耍的方案，就无好列入去内底，恐怕影响到选民投票的意向。中选会的这个公告的理由书，我们还是1月22号的这个政府机关的意见书。那经济部不晓得有没有提出新的意见？在我们中选会的立场啊，我们没有法源的依据来许可他去做这个修正啊。中选会认为，投票进前除了双方的小对答，选务的部门也会举办电视发表会，提供平台，让双方会当报告上新的资讯，方便选民做出判断。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也让咱注意到旧大楼的问题。台中市政府第20带人去勘察市区内面的千华大楼，这7年以来的第28届消防安检也是无通过。目前有72%的所有权人同意途经，不过无超过法律所规定的80%。千华大楼的管委会也希望讲，市政府会当放任规定。楼梯间的消防水箱已经完全生产要落来啊，内底水大拢无去啊。台中千华大楼的住户想着讲，早在15年前，社区的消防系统就已经失去作用了。从95年大火之后，这个就不能用了啊。消防都不能用。对对。台中千华大楼1976年起好，内底有百货公司、冰宫、面馆餐厅、补习班，也有规层套房的徛家，是当时台中指标性的自强大楼。不过中区无留了后，连续发生火烧厝，规栋大楼真紧就破败，住户陆续搬走。最近高雄社中城大火，烧出全台湾老旧自强大楼问题。台中市府20四队勘察千华大楼，结果是7年来连续第28摆消防安检无合格。因为这一栋大楼目前只有1楼、2楼跟5楼有居住的使用，所以我们还是会以它的逃生动线的部分来做优先的考量。好，那消防的部分我们会再来做加强的检查。我们103年7月份到现在已经处罚那154万的一个这个罚款的部分。今天来检查，当然它的设备还是没有改善，大概就主要的系统部分，火警、广播、试栓、洒水设备跟消防栓、蓄水池的部分都没有改善。即阵台中除了千华大楼，至少也有旧万东百货才被动相关的建筑，不过途径唔知要到什么时阵。千华大楼即阵有135户，400多位所有权人，有72%同意途经，不过无达到80%的标准离开条例。管委会希望市府放宽规定。我们是希望说。因为是公安的问题啊，像有时候啊下大雨啊，外墙的瓷砖都会剥落。我们希望说，如果能够赶快都更的话，也可以解决这个公安的问题啊。如果它可以都更的话，当然我们也是支持。可是如果没有都更的话，我们希望它把安全性做得更好。都发局表示，这种规划成立更加有春秋做法的法人组织，都经办公室来推动都经。不过进前办老标1摆，希望今年会使招标顺利来成立，积极来协助危险甲老旧的建筑来退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最近出海上海岸的业者有甲海洋环保署合作，定出规范，目的就是袂当去搅扰到海岸海底即寡海洋动物。有专家认为讲，爱限制人数，安尼才是上界根本的处理方式。海底啊跳出水面，搁对伫渔船边啊游。坐船出海观赏海底海岸是亲近海洋的方式，但是过去为着观赏会有真侪无适当的行为，亲像渔船驶伤啊，造成海底海岸受到黑镜等等。海洋保育署今麦甲带民众观赏海底海岸的业者合作，加入友善海洋计划。可以跟业者合作，保持在赏樱过程保持适当的距离，在合适的规范之下，能够同时寻求鲸豚的保育以及一般民众认识近海的一个权利。那每一种海豚其实出现的时间跟一些生态行为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去认识这些海豚的生态行为。海保署表示，观赏海底海岸目的不应该只是娱乐，应该透过观赏来亲近海洋，了解台湾海洋的生态环境。目前计共有17间业者甲2个 NGO 加入友善海洋计划，执行400场以上的宣导，针对民众可能有的错误观赏行为来做解说。我看过很多来赏金的朋友会带着面包、带着饲料、带着所有的东西，他们都觉得利益良善，都会觉得说我是为他好，我想给他们吃。除了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员工伙伴开始以外呢，那再来就是对渔民啊、对游客
做这样友善的一个宣导，啊，那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海洋对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性。业者表示，海洋友善计划会使让海洋永续发展，民众愿意保护海洋，嘛让观赏的生理会使行久长。海保署表示，未来还会推出友善观赏计划2.0，针对观赏解说人员提供认证制度。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进前，中国用病虫害做理由，暂停进口咱台湾的石刻，而且往来石刻即马特别大出啊，烦恼这生理会受到影响。台东的农民就特别成立自救会，今仔日去到台东县议会တင်前，希望政府就要协助因找到其他稳定的市场，或者是甲中国谈判，可以获得应过通路。中国九月宣布暂停进口台湾的石价了后，台东县正往来石价农民组成自救会，20下晡到台东县议会请愿，因希望政府会使找到国内外应签订合约有保障的稳定的市场，也是重新甲中国来谈判，让石价会使恢复出口到对岸。如果可以再打开大陆市场，能够真正的再销售出去的话，相对的对我们其他的水果也是一个帮助。不然的话，整个凤梨世家大量冲到我们台湾市场的话，我相信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跟着遭殃。自救会强调，台东的往来石价12月初就进入采收期，过去每年会使创造560亿的产值，其中大概9成拢是销往对岸。若是往来石价今年无法卖到中国市场，恐惊产销会失去平衡，会造成继续大落。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接下农民的တင်情书表示，会协助农民向中央甲地方政府来争取。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来做，不管是短期的也好，长期的也好，哈，未来到底是要安怎，佮把这个市场恢复，哈，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自救会表示，会加强品管甲自律，确保外销的石价无解决糖。因为希望讲政府会协助开发往来石价附加的产品，来分散这个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有348年历史的基丁天后宫，经过3年外整修，即马已经修复完成，妈祖也已经入伙安坐啊。这间庙唔但是当地信仰中心，嘛是珍贵文化资产，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3、2、1，大家迫不及待哈！庙埕真侪信徒，庙内庙外拢真热闹。经过3冬外整修，基丁天后宫重新开庙门，开启妈祖顶顶的神尊完成入伙安坐。这是地方的大代志，因为基丁天后宫是高雄第一间妈祖庙，起庙已经348年。规间庙有真侪民间艺术，这摆修整唔但建筑的结构甲厝顶，包括展览甲庙内各种彩绘嘛有修复。庙雕原来的人有甲伊上色彩绘，那在文资委员的那个提议之下，咱把后期加固的东西拢改拔过来，改去除，可以回到原位古迹原位的本身。为着要保存古迹，庙方甲文化部高雄市政府合作，经费将近要5000万。嘛特别邀请4位台湾传统工艺国宝级的师傅来参与修复的工课。这边整修甲顶一厝的整修一定相差73年，这个意义嘛，毋是仅仔讲是古迹的维护，更加是咱妈祖信仰的传承。主委表示，修复完成，毋望妈祖庙继续守护人民，因续落来要争取天后宫升格固定古迹。记者陈家文外为做高雄报道。伫屏东雾台乡正出名樱花王破病啊！这叶啊是一直落去规丛打冷去，县政府也赶紧请这树医生来替樱花王治疗。不过长期以来欠水，树身树基拢已经打结，恐惊是救袂回来。大量的白叶扫来扫去，这丛樱花树的树身和树基拢已经打去。这毋是一般路边的樱花，是屏东雾台部落的樱花王。今年2月花开煞了后，叶啊就开始落。到大叶啊都已经落了了啊！所有的一些树枝啊，或是根本都已经受害了。切开的部分大概都已经是褐色褐化也会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应该是真的是没救了。为了救这丛樱花王，屏东县府特别请树医生梁文静教授来看。不过因为长期欠水，规丛树啊已经无水分，也受到白叶霜冻，樱花王恐惊是已经救袂回来啊！其实这个樱花王是我们部落里面代表性的嘛。如果没有樱花王，我们这个生意有差呢。
游客就减少了。这棵树虽然不是列管的老树，但是事实上这对于雾台的观光还有当地民众的情感是很重要的一棵树，所以县长要求我们赶快带老师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这棵树，顺便也要把附近几棵樱花王子、樱花公主也去检查一下。雾台乡的樱花王是台湾在种的山樱花，已经活超过60冬。当年开花的时，拢有真侪游客特别来行踏翕相。即马樱花王规丛徛黄，基本烦恼在地观光受影响。不过农业处嘛有请牛教授特别检查附近的樱花王子和公主，希望会当保护生态，也维护珍贵的观光资源。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滨北高中有真侪分鸟，因是假意徛伫咧教室的门牌顶头，害走廊拢是鸟仔门加鸟仔屎。有民间业者知影了后，就替学校做一个三角形的教室门牌，解决掉这个困扰。变扫学校的环境是真侪囡仔逐工感觉上痛苦的工课，毋奈规身躯重汗，因为季节的关系，阁会有扫袂了的树叶啊。滨北高中的学生毋但有即寡困扰，阁有一项安怎拼拢拼袂清气的垃圾物，就是粉鸟仔屎甲鸟仔门。鸽子会在楼梯间筑巢，还会在路上看到鸽子的粪便，这都是造成很大的问题。由于它们数量太过庞大，所以衍生出来一些割害问题也非常的严重。滨北高中是粉鸟的生态地，学校用真侪心力来应付粉鸟所带来的麻烦。不过鸟仔数量实在伤过济啊，安怎拼都拼袂了。前一阵仔，台南一间金属公司去滨北高中参访的时阵，发现有粉鸟会伫咧教室的班级牌顶悬休困，造成教室的出入口拢是粉鸟仔屎。所以，因就用纯的金属材料，甲班级牌设计做三角形的，粉鸟都无法度来休，而且甲多样的牌仔也真做校园的特色。我们就用这个不锈钢的材质呢，设计了一个3形的这个结构，让鸟呢它不会停留在这上面。那我们先做了2面，给这个校长呢，我们先把它安装好，然后观察了2个月到3个月之内，发现鸟真的不会站在这上面。三角形的一个造型，它就没办法站得住，或是站得久，所以它就会找其他地方。自从班级牌安好了后，走廊就变甲真清气，毋但解决环境的问题，互学生摒扫加真轻松。而且这款防治办法嘛袂去伤到粉鸟仔，兼顾人类需求甲生态保护。记者综合报道。蒋渭水基金会配合着100年文协活动，最近推出一寡动画影片，希望用较轻松多元的方式，紹解100年進前本土意識發展的歷史，也甲進前蔣渭水紅仔冊免費送予台北市國小。即摆台灣人對蔣渭水甲伊經歷的迄個時代有偌濟了解，會當透過蔣渭水基金會進前出版的《台灣維新蔣渭水》這本紅仔冊來了解。迄陣是想要互較少年的來了解這段歷史啦，大家較無耐性。有當時一張圖伊嘛會使講真濟文字，伊一張圖就讓佢表示啊啦。學校的冊本內底對蔣渭水的一生經歷過階段歷史名詞等等的紹介有限，基金會接受講出版紅仔圖的傳記，讓讀者會當輕鬆閱讀日本時代到達民主啟蒙的過程的幾項的重要階段，配合文協活動，嘛開放台北市小學的圖書館免費領取。1920年代的事件，迄上個重要，譬如講文化協會創立。也是咧東京2月清完迄個小文達台灣頭一個飛行師蔡惠玲寄來野傳單，像即款的，阮攏甲變成迄個影片啊，嘿。除了紅仔冊基金會最近閣殺幾出動畫影片，親像這段以靜修女中做背景，搭配文化協會會歌，描繪蔣渭水甲林獻堂等人佇遮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事件，希望用多元的方式紹解這段台灣本土意識不隱的歷史。記者電影文學協會曾派文台北報道。
伫咧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因也针对着进前感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推出爬山数空气的活动，互充满食部分岛种的清凉空气来洗净因的肺部。拉巴斯西部外围的普拉普拉山，将近2公里宽的土地，种40万丛尤加利树、西皮也加松树。市政府的环境部门将森林内底步道，号名叫做勇气小路，意思就是这个所在勇气含量特别悬，所以鼓励感染过新冠病毒、肺部受损的市民来这个所在吸收新鲜的空气。Entiendo hoy día recién la importancia que tiene el bosquecillo. Antes no tenía ningún conocimiento, pero ahora sí ya tengo la importancia y para qué sirve esto, sirve el bosquecillo. ¿Tú has tenido COVID? ¿Tú has pasado el COVID? Sí, he pasado el COVID, he pasado yo en la primera etapa, cuando sea después de la cuarentena a la semana hemos pasado COVID. Mi abuelo ha fallecido de COVID y yo también, pero yo he tenido síntomas leves. Solo he perdido el olfato todo. 尤加利树叶的防风唇芳气，定定予玻利维亚人用来做肺部的家庭疗法。这大片的尤加利树森林，自然就变作变好的人上爱来的所在。这大片伫山坡地的树林，是1930年代做铁基路的工程师，为着予铁基路较早的洁净，即马大丛变作是拉巴斯城市的戏，佫受到市政府的保护。根据玻利维亚卫生部的统计，境内新冠病毒的总感染数达到507134例，有18877个人死亡。虽然目前逐天的感染数字有下降，不过总人口当中有51个人还未注疫苗。当局预估11月份可能会有新的一波疫情。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2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3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2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